传递音乐的欢乐，分享好听的藏歌。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来到本周五的中国藏歌榜，我是林峰。早嘛，这是得嘞，中国别里热的帮了几把个时候，俺往起来么演。主播在大胆这些都有被前年欧洲的先别先呢，靠不年这空个想把来强成人呢了，都能知道。第一图呢，前容个不有别两早嘛了，我的些主人。从上个月底开始，我们藏历新年电视联欢会的歌曲开始陆续进榜了。相信有不少的朋友都非常期待，想要再次欣赏我们联欢会中的那些动人的歌曲。我们这打第一个热的帮侬这边利用上班的内容，打别罗萨装出土龙边来你认得嘞？哎，那我们还是别卖关子了，先来一起看看新歌的精彩片段。一首满是吉祥和祝福的弹唱歌曲啊，这是来自红原县马萨城乡弹唱队啊，他们传承着藏歌弹唱艺术，在藏晚的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这打，俺有个马萨动力粗鄙的两边，让你动力的这些呢，蒙着手的这个做马娘把些人都来，但你俺那是路的两边，利用松些完的呢，第二节大手动弹了，手的这娘马波位，利用连路些人都。没错，那这首叫做《守望》的歌曲，正是他们的新专辑里的歌，很有这个 ANU 的风格哈。你那利用的你了，偶尔真的讨厌这些呢，俺今娘的热的帮了吉他。终于别离崩里，让工地接班呢。让工地终于别离崩里，接班头别了呢。康比得给不木些话的人，连个呢家中男主当，起出来养家中男主，让工地才在呢，你这东面俺家吃人多。终于别离崩里，让工地个班呢。让工地终于别离崩里，个班头别了呢。家下马下些话的人，连个呢扎西汉藏当罗马群藏，起当用的蒙车，让工地才在呢，你这是当人家这人多。终于别离崩里，让工地接班呢。让工地终于别离崩里，接班头别了呢。扎西龙比帕拉些话的人，连个呢俺在这里用个当，起当用的蒙车，让工地才在呢，你这是当个家吃人多。终于别离崩里，让工地等班呢。让工地终于别离崩里，等班头别了呢。没这些话的人，连个呢单子家当，起代工起用单子家，让工地才在呢，你这俺当俺家人多。终于别离崩里，让工地主办呢。让工地终于别离崩里，主办头别了呢。可修了送云格些话的人，连个呢马萨尔全部主动出发到，启动用呢共同单位文书，然后你才在呢，你只主动主家生这人多。终于别离崩里，让工地俺办呢。让工地终于别离崩里，俺把头别了呢。养猪因做些话的人，连个呢刚拉不转到，起买了结巴，用娘要扎西，让工地才在呢，你这等动日家人多。
belly pong le zangkon di on Japan Zangkon di zhonggi belly pong le on Japan to beleo na nga ye gang zhe se wa de je lenken na be mo da wa zhuo ma dang ci dang yong na hu yue pin Zangkon di za jian na ni zhe jie dong ge jia ni he ren du 和歌桑花的美叶。 中语别里蹦里zangkon di on sambana Zangkon di zhonggi belly pong le on samba to beleo na song se wa de je lenken na an ri lu dang ci an ri lu yong dan dan dong an ri lu Zangkon di za jian na你这个东俺家等着人多。 中语别里蹦里zangkon di on nipana Zangkon di zhonggi belly pong le on nipa to beleo na nin zhe gong ji se wa de je lenken na dan zhi nor bu dang ci dong yong na dan zhi nor bu Zangkon di za jian na sam zhi ji dong sam jia zhe zhe ren du 蓝的小白皮准不赞美。 中语别里蹦里zangkon di on dongbuna Zangkon di zhonggi belly pong le on dang bu to beleo na gang la me du se wa de je lenken na yang jian la mu dang ci bi kong zhuo zang yang ren qi nor bu Zangkon di za jian na sam zhe sam dong zhu jia ren du
从一首《飞》让大家熟知了 NU 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到底有多强呢？他们的歌有多好听呢？在我们今年的冬奥会的暖场歌曲里，这首歌就让世界来参赛的运动员们都听到了咱们来自雪域高原的流行之音。这安德鲁杰勒给高用的大力跟的我战人出经过从这个痛苦你个龙边拍摄一个利用的用家呀这样个多，但了给年了，累来动对大动他的人。了这那用托工个不到不么子，刚刚了么照比波巴动，的皮子你多忙把了准备人话总不点见懂啊？这罗曼人，那这次带来的新歌《守望》是一首很适合新年的歌曲，我特别喜欢里面的歌词世间所有的美丽和爱都在今天聚拢，过去的快乐与悲伤都在今天结束。这写的真好，哑巴的哈。这卡松个嘎都约前的单定是吧的，我去店里娘娘都包把扎给了，忙比老单的我错了往位，店里那种，刚刚切色我懂了些呢，别这些个啊。赶快一起来欣赏一下吧。呀，娘的记得。
错不认当的刚意思之上呢，但那就让等这个干瓦的当，就让等这个错瓦的人，点马车，你是不老等的，忙着你等车，但到有车就感觉有车，就等这瓦有了，就等冷的有。热带马萨动力出版的俺这主播年百的些内容，我们就门都上的。可从呢，你动举日里，看明年吃光个罗萨中出动了用修养的热。可这所记这主马娘比动力了草米个个是全部拖进多了的。等这些呢，人类的经济系统给我减轻80点度。没错，这个弹唱队啊，是为了保护和传承红原县宝贵的这个民间传统文化而组成的。节目编导丹增老师呢，更是延续和发展了龙头琴弹唱艺术，荣获了阿坝州龙头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们这里的动力出版的人呢，你懂96年学过切琼蒙比弄了学呢，打动下个有切琼蒙布系统印度嘞。那我们今天要欣赏到的是联欢会上的作品，叫做《布谷鸟》，咱们一起来欣赏吧。呀，娘的记得。Thank you.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大家别忘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康巴卫视香巴拉资讯 APP， 进入音乐界面，为上榜歌曲点赞留言。热带的个连线的技能带领创造类型，我做连线居民能借用，大错吗？切林，翠林，下期节目咱们再见。呀，切林。所有的秘密说，雪山在我身边。所有的秘密说，守护着我的家园。这你妈找狗，干嘛找狗？